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9号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后什么新闻重点。南部做大雨，伫嘉义破竹市场3000只猪拢淹伫水里，行政长杜英泰早起嘛落人去了解灾情。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讲，美国总统川普因为中国抗议，无要互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纽约，华府人士是真烦恼川普会对中国放软。一个患着中度性侵的犯人江玉贤，因为保外就医绕跑，又继续逃亡犯案，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来看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哦，南部是闪大雨，搁淹大水，灾情是真严重。嘉义县台南市、搁高雄市、甲屏东县今仔是拢停班停课。气象署嘛继续针对台湾本岛甲澎湖发布大雨甲大水雨的特报。这款无稳定的天气，就爱到礼拜哦。今仔甲明仔载，全台湾嘛拢会搁落雨。拜四开始，雨才会较少。也毋过苗栗以南恐惊雨水嘛是搁真高，就爱特别注意防灾。受到西南气流和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南部大雨导致灾情，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拜二拢宣布停班停课。气象署拜二也继续针对嘉义以南5个县市，还有台东、澎湖发布大水雨特报。南台湾的比较偏向是西南西的风场，所以它慢慢的开始北上之后呢，可能到今天晚上开始，整个西南台湾附近就会转为是纯粹西南风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届时，其实整个中南部的降雨会慢慢的有所增加哦。气象署表示，西南气流会一直影响到拜三，中南部也是会下大水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可能会下超大水雨。因那北部和东北部是到西北雨，北部也有机会下大雨。30号之前，我们都还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特别是30号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不过到了31号之后呢，西南气流是减弱了，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要慎防会有局部的大雨甚至豪雨的一个降雨状况。气象署指出，拜四到礼拜西南气流减弱，也毋过苗栗以南也是有可能会到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或者是到西北雨。这礼拜天气较无稳定，提醒民众若是出门，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魏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县哦，早是到300毫米的雨量，台北市六卡乡破竹甲新港拢淹水，有所在淹到大腿哦。早起雨较少啊，民众是赶紧摒扫。伫破竹有一间饲猪场哦，因为爆花放弃，水冲入去饲猪场，3000只猪哦拢淹伫水里，损失是上千万，嘛搁在抢救。用机具甲人工的方式来掠走出猪仔，趁着今仔日天气好，嘉义县破竹饲猪场的业者赶紧来救昨因为淹水走出的猪仔，但是也阁有3000多只猪仔伫水内底，损失超过1000万。他们现在都是救外围的猪只，可以赶快去救的部分，他们就先积极的先处理。所以目前大概知道他们大概已经先救了5、6百头猪这样。除了嘉义县的破竹，昨淹水真严重的六卡乡六斗村，就趁今仔日的天气变好，水退啊，民众把握休假的时间做整理的工课。就昨8十户全部拢入水，阮即久水退，下早也水退，大家都是咧整理内底的工，所以阮六卡乡到即久目前拢还无在调上班上课。每次都溃堤，然后我们每年都淹一次，然后每年的家当损失已经不计其数。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因为每一年这样子的情况下，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除了加横退水了后，经理即届落雨嘛，造成嘉义县有9600多户来停电。内电表示，趁今仔日的天气较好，已经有加派人员来抢修复电，希望方便民众进行灾后的整理工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再来看台南的后壁区哦，昨做大水是淹甲真食力，今仔日水较低啊。有里长是讲哦，会淹甲遮尔食力，可能是农用灌溉水沟的涵坑伤细咯。佮因为真条大排哦，一寡树枝弄塌掉的，无去清。今仔早起哦，行政院长嘛落南去了解灾情。一套大国军进驻后壁区青寮，出动兵力来遮摒扫清理家园，基本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台南落一场青光雨，水淹780公分悬。后壁真侪所在有影食力。后壁廖里长讲，这主要含因遮3公户后边这条农用灌溉水沟的暗坎上细条有关联，造成水下袂离，佮加上附近青寮大排真侪树枝拢塌咧。大水漫出来，规个砖头才会淹得遮凄惨。这段遮大条，然后去到遐中搁细条，伊水济无法度出去，伊就已经溢出来啊。这边的水也落来，这边的水也落来，这个涵洞哦，伤细啦。未过的时阵，规个就积堆阮里人热来啊啦，徛过规个就拢开始一直淹水起来啊啦。啊，阮种遐食啦，就是遮这条已经拢甜。拢一直溢出去。经过了解，高霹雳是水头，逐摆风台顶排水口强在咧涨起来。这回嘛，因为暗坎伤细，透袂赴落雨的速度，造成水一直去地势较低后壁里拍破20冬来无淹水的记录，在地民众拢心惊惊。另外，行政院长今仔日嘛专工落南去北河后壁来关心淹水的情形，甲排水系统的改善。嘛讲明年会搁变经费来做防水设施。20冬已经拢很畅通，就是因为丹那斯台风。那个事枝太多了啦，所以说一是这一届吼，叫水灌来，所以讲太里水坑。过去像这种比较源头的，甚至比较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认为它可以自然去治洪的，我们再把它系统性的把它改善，退水能够越来越快。所以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又编了跨年度的1000亿的预算，要来做未来的几年要来做。在地变势，即阵是趁雨芳，大家无因咧摒扫，因就希望风雨莫过来扰乱因的生活，通赶紧恢复原本的模样。气象署提醒，若这波雨水会持续到拜三，中南部地区民众也是爱提高警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云林的水南乡哦，昨是落超过400毫米的雨量，有10外的砖头拢淹水，民众早起嘛赶紧在摒扫。也毋过哦，嘛是个真烦恼，讲雨落袂离，会搁再淹水。水南乡公所是指出讲，雨落了伤过大，附近的地势较低哦，排水系统未堪制，才会淹甲这么严重。麻烦讲相关的部会就爱来协助。居民无形将氧气足水过掉。云林水林乡上北村一个三合院，28早起因为短时间强降雨造成淹水超过50公分悬，一直到28下昼3点花水才退去。即马居民烦恼，若继续落雨，佮淹水，只好先贴管加固预防。拢搭沙去你文章顶安尼。哦，也好管啊。嘿啦，就淹到伊落啊，会淹着家咧汤水啊甲。沙去你顶啊，对啊，这工作无来请这套我大堂。来到另外一个村汉之厝，民众也是用抽水机，才顺利将水排出，也是只会当暂时将厝内的物件拢贴管。我豆豆清啊无咧，你看话拢垫高，会当关垫高，后袂扛着你看。28强降雨造成云林水林乡一日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全乡超过12村传出淹水灾害，其中以上北村、上中村甲上西村灾情较严重。啊，伫咧这个甲口湖连接这段吼，因为口湖迄边是海水啊，但是阮遮拢是做农牧的，无养殖专区，所以阮这边吼，那假设甲口湖这边中若无做一个水门洞起，因遐涨潮的时阵海水倒灌，导致阮乡内会淹水的问题。水林乡公所表示，这摆强降雨造成乡内大约有20户的独居老人受灾，好佳在透过紧急安置甲送餐服务。也毋过，营养未来气候变迁，希望相关部会会当解决沼江大排系统无法度负担强降雨排水等问题，避免淹水状况搁继续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昨暗嘛成立大水河应变中心，一直开设。昨下晡就先针对山区预防性撤离2000多人，嘛宣布讲今仔停班停课。昨暗8点外开始哦，高雄规暝一直单位讲雨嘛拢落无歇。高雄气象暂时预告今仔下晡会搁开始落大雨，民众嘛爱注意。
雨插插落，雷公弹甲隆隆叫，规个天死那死袂停。受到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对2暗时8点外开始，透暝大雨雷公死那，市府紧急成立大水库灾害应变中心，同时宣布2到停班停课。对下晡开始，就刷刷对山区做预防撤离，其中土石流警戒区拢总撤离2079人，大规模崩塌33人。市府也提醒大家注意防灾，千万唔通待机。带6归纳马夏、甲仙、茂林、桃园5个区。总共有77条的黄色警戒，9条的红色警戒，3个大规模崩塌区域。那预计在今天晚上要完成2079人的撤离。气象署预估，高雄平地甲山区的24点钟累积雨量会超过250到400毫米。卫生机关拢赶紧提出沙包、炸水泵来防灾。伫咧大众运输的部分，虽然也是有营运，不过因为停班停课，车帮的时间有调整。早起高雄的雨虽然无大，不过高雄气象站呼吁唔通待机，这是因为昨热地风比西南气流强，地属西南气流也搁卡伫咧高雄外海，也未真正入来。对下暗开始，无论山区也是平地，随时会上大雨。随着西南气流逐渐又增强，强风轴、强对流又指向我们高雄、屏东地区，因此提醒民众今晚至明晨仅严防短延时的强降雨。气象站强调，因为雨也未入来，因此支持高雄山区的冷雨棚，民众会当趁机会，厝前厝后先顺的加强防灾准备。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气象署今仔嘛将对于屏东发布大水雨和大雷公雨的预报哦。小琉球往来东港的船帮过道是停驶咯，业者嘛表示讲会看状况来调整船帮。山区的部分哦，屏东的恒春累积雨量嘛超过250毫米。今仔日屏东哦是停班停课，县长周春美早起嘛其实在扣水池的工程。船啊海来海去，风影无介好，这是透早旅客对小琉球转去东港的船班，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东港外海风影有差不多2-3米悬。东流线业者观察海上的状况，决定9点外最后一班对东港出发了后，11点20回头运送小琉球的旅客回来，就暂时停止载客。30几天是拢停驶，不过业者表示会搁看天气来评估下晡的状况。风浪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会在10点以后，因为为了安全，我们会先停止载运，先全面停好。因为呢，我们顾虑到是山区大雨，它会把山上的漂流物很大量的冲刷到海面来。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预告屏东规天会有大雨，或者是短时间下大雨。到早起11点，气象署统计，恒春甲车城点钟的雨量拢超过200毫米。恒春甚至有到250毫米，烦恼雨量会地属灾情。屏东县政府嘛，伫昨暝暗时7点外宣布停班停课。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水利署还有经济部次长的来电哦，就是通知我们要提早注意哦，就这2天的豪大雨，那就在7点过后确定说这个雨量哦，降雨量会超过350毫米，那我们安全起见哈，而且大家要一起防灾安全，所以我们就决定了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至早起9点外，屏东雨量有较细，暂时无严重的灾情通报。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前往3座的扣水池关心工程进度。针对这阵啊持续落大雨的状况，县长嘛提醒民众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咱来看，之前有媒体指出讲，总统赖清德按算8月要出访中南美洲，会过境美国。总统府长是表示讲，因为南部在做大水，目前是无出访的安排。也毋过，英国的《金融时报》是指出讲，因为中国抗议，川普政府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美国的联邦众议前议长佩洛西伫面册铺文认为讲，美国伫台湾议题恐惊受到霸凌哦，嘛正烦恼讲落尾会毋敢出声。政经团讲，总统赖清德8月要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去巴拉圭、瓜地马拉加、贝里斯等友邦。不过总统府立备讲，因为最近南部风灾，所以总统伫最近暂时无安排。但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赖总统会取消行程，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华府抗议，和宣布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的申请。对此，美国联邦众议员佩洛西伫 FB 铺文，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美国伫台湾问题会让被霸凌到点点。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安跟外交的团队
事前的资讯是不是掌握不足？实际上和过去一样，总统出访的行程在定案之后，都会由总统府适时的对外公布及说明。而考量到近日我国南部风灾灾后的复原工作，以及目前对美国等对等关税谈判的进行等等，也还有相关的国际情势，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因若国内政局7日了罢免25案全部拢无过，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武祥为秘书长林佑昌请辞，讲总统赖清德应该是党主席，展现专心治国的态度，也建议行政院长杜英台团队总时改组。伊也讲，立法院总调关建明甲社会脱节，应该随请辞。虽然事后是删文，强调民进党若是无赶紧改，会失去更加侪人的支持。因过伫这边罢免投票，方面去花莲操盘协助罢团的民进党组织部主任张志豪，讲民进党的团结也提出港北系永远会。民进党常常就是大家不吐不快。那吐了之后呢，也改得很快，但是这就是民进党的文化。这段时间真的子弹会很多，我们要挺住，我们要扛住。吴思瑶强调，民进党一样是包容无同的声音，会当理解大家拢有情绪。因若党内派系建国会甲永延会也透过声明讲，因为国家面对内外的挑战，会继续挺乱独的体制。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非政府公布发出公告，甲咱国南非2个住处改名搁降级务。外交部今仔嘛证实，南非是搁还未主动来甲咱协商，这2个住处目前运作是正常。咱嘛打算要以限制晶片出口南非来进行反制。南非外交部进前伫无甲咱协商的情形之下，伫政府公布发布，单方面将咱南非2个住处改名甲降顶，咱的外交部马上表达严正抗议。指口证实南非到即马还未甲咱协商，目前2个住处依然正常运作，也批评南非行为粗暴，已经甲相关部会建议限制晶片出口南非来反制。外交部基于维护主权及国家尊严立场，我们现在与相关部会研议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晶片输往南非，我们严正呼吁南非政府尽速与我磋商。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第一时间也为台湾发声，强调任何单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甲改变现状举动，拢是无法度接受的，呼吁南非唔通扩张中共压力。It is my hope that Taiwan and South Africa can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was legally binding by their agreement, and that they reject any pressur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美国抗议表示，中国继续是压国立台湾，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接触。学者分析，虽然南非为去年4月开始就动作真济，不过即马依然无强硬要求咱的住处搬走。不过短期2个月问题真歹解决，美方行政部门若愿意实际协助，可能会是关键。这个行政部门愿意用什么样多大的力道跟资源去投入，然后去说服这个南非政府，我觉得这是真正最重要的关键。学者认为，咱甲南非局势应反映美中伫个地缘政治的变场，不过美中无力竞争要合作，未来安怎伫个咱甲南非议题顶悬交锋，依然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民众党推动的破发现金1万块，行政院若要提出复议案，30日是最后的期限。传出讲，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着讲8月23，各有7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加中科核3的公投案，所以决定讲无要提出复议。不过，行政院是强调讲应该研究。7日了罢免，你也全部拢无成功。外界解读，若被合力伫咧推测的破发现金1万块，也是影响成败的原因之一。这么行政院对破发现金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这个月30日。通讲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8二3，抑有第2波即回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抑有中科核3的公投，决定未提出复议案。院长补发现金，政院决定不复议了吗？杜英泰早起到南部勘灾无去做回应，不过有行政院人士强调，一直抑阁伫咧研究，联动所落来是毋是要申请实现加编预算，怎么拢也未定案。不过国民党团已经表态，立法院延长会期就是要处理复议案，行政院若提出复议案，一定否决到底。
我们乐于见到行政院现在不提出复议，然后愿意苦民所苦，跟人民站在一起，也等于落实了在野党我们当时极力主张跟争取通过的法案。那事实上，很多民众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都非常强调，有些比较经济弱势的民众，他可能在现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笔现金的支持。那行政院看起来也并没有否认这样的需求。对在野希望政府顺势莫违背民意，另野立委态度也放软，讲行政院若提复议，可能会互民众误会政府反对支持经济弱势民众。不过，这普发现金并无排付条款，建议调下伫立法院详细讨论了，结果重新立法推缩政策。公视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去台湾外债对等关税，各界拢真关心哦。对企业界来讲，目前是愈烦恼，汇率起了上过凶。有企业家嘛认为讲，咱得爱掌握供应链的优势，才有法度来度过这波全球关税的冲击。美国对等关税8月7日大限特别接近，台湾关税税率也要出来，不过包含美中贸易战、川普2.0、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台湾企业伫一波一波的国际风暴内底向前行，贸易壁垒改变供应链的布局，经过70年的老店东元电机，同款也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我想，除了就是说移转定价。还有生产基地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跟 buyer 之间的一些协商，这些都有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根据前几年经济部长去调研发现，就是说其实厂商担心的可能是汇率远大过于关税。东元电机董事长李明宪认为，企业上重要是有韧性，用真紧调整应变反弹也是关键。危机内底也有新的机会，由第一代接班的培工模组大公司随即供电，抢先一步在全球布局，用大量并购的方式，第一时间低成本提到高质量技术和人才分散风险。觉得追根究底还是企业供应链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有一些是终端客户，或者是我们下游客户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个在我们在谈论在这些成本分担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筹码跟 bargain power。真侪亚洲企业目前面临接班甲国际化的相挺压力。无到40岁随时供电董事长洪秀超认为，企业整合自身无可取代价值，流量调整供应链，才能伫变动内底找到竞争的条件，面对关税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一个关伫新吉家环强盗性侵的犯人江玉贤哦，因为破病保外就医，所找空房逃走。顶个月又搁伫桃园犯性侵案，外界是质疑新吉家甲新吉地检署失职，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顶个月伫桃园龟山的汽车旅馆，连续2天发生2件性侵甲强盗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锁定涉案的查甫人江玉贤。结果一个查落，发现伊是因为破病，洪批准保外就医的当刑犯。女生的朋友一直都没有等到他，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那我们就跟着我们防护人员一起上楼查看，那发现他有被捆绑，避免他的下肢瘫痪所以我们就承包保外医治，然后他就获准，然后11月4号的时候就保外，然后进行开刀手术，跟一系列的抗生素的疗程跟复健。本地爱伫新德感觉服刑的受刑人，煞会当拍走。江玉贤因为犯强盗顶罪，被判19年8个月。113年11月份，被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阵，伊的刑期还阁剩4年6个月。后来因为身体有较改善，感觉这边发文通知伊6月初3去地检署报到。不过落尾手伊煞无转来感觉，含且新德地检署以权责传唤、拘提或者是通缉，想袂到6月21甲22，伊阁一届犯刑案。22暗时去桃园警方抓起来，不只个新德感觉甲新德地检署嘛去互质疑，讲受刑人伫逃亡了后，并无积极的作为，造成2个查某人无辜受害。对于他不知道珍惜国家给他这种医疗照顾的机会而且没有悔悟的跟自重的一个他那个心态再犯我们觉得很谴责他。针对当刑犯无按规定登去感觉，甚至阁牵涉刑案，新德感觉表示遗憾。嘛讲会全面检讨、改善保外就医监督甲管理，落实相关动态防诈的机制，加强掌握保外就医犯人伫外口的情形，而且即时处理，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过来医疗人员卡手真欠，台大病院工会甘医分会早起伫病院大门口抗议哦，因指控讲因为卡手无够，因工课负担哦是真重，申请加班费阁互人刁难哦，讲有护理师5档计将10万块的加班费拢互抬掉。卫生福利部长邱泰源是表示讲未欠基层加班费，嘛更要求台大病院得爱好好处理。5年血案，拒绝恶意刁难。大声喊口号，手举标语。台大病院工会癌医分会代表10多个人，29早起还咧落雨，去台大病院癌医中心分院门口召开记者会，控诉病院长久以来欠人拢补无够业。地区第一线临床的人员业务真重，甚至对所补加班费去用刁难，互临床的人员伫经济甲精神受到相当的打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他大概被删了接近300个小时啊！换算来说，这5年，他10万块的加班费就这样没了。工会表示，台大癌医基层的人员最近根据院方的公告，办理对所补5年加班费的作业的时阵，错去病院这边甲申报的时数抬掉，亲像交班、医在点班、协助急救或者是困难放针等等临床的业务，本来就袂有签名或者是等医的记录。不过病院这边煞是硬甲时数抬掉，而且人力无够，地属排班困难，医护人员一个一个离职的情形无解决，百面会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希望就是牙医的高层能够再进一步重视人力的短缺、薪资的问题、结构问题、加班的费用的给予。公立医院就需要一个制度，它是政府的预算。院长有表示，绝对不会欠员工任何1毛追溯的加班费。工会呼吁台大癌医对所补5年加班费的代志，袂使甲员工刁难，而且要甲工会展开协商。现在目前劳动检查的制度，劳动部应该要改善呼卡周知，卫福部嘛应该要清点检讨临床违刑工时违法的情形。现在台大癌医这边到记者截稿为止，拢也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8月初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巴士量表，就当直接来申请外籍看护。政府民间团体是表示讲，真烦恼真正需要的同症家庭哦，就爱甲健康的时代来抢看护。今仔卫生福利部跟劳动部是做伙开记者会，嘛有提出配套的办法，佮强调讲会互同症的病人优先来申请。同症行动无方便的时代，为着要申请巴士牛表，需要亲身去到病院，这是非常吃力的代志。为着要减少负担，立法院伫咧去年修法，伫咧后个月8月初1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唔免评估巴士牛表，就当直接申请到外籍看护，引起民团立委批评，恐惊就路了后，有53万健康的时代和同症的时代，就外籍看护的资源。在整个法案修法之前，包括民间团体以及我们劳动部一再的一个顾虑跟关心、忧虑是相同的一个现象。本部作为行政机关，一定要保障重症家庭的权益。针对民团的诉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公布新制就路的6项配套，来保障同症家属的权益，包括推动轻重分流同症优先，扩大同症多元免评资格，同症家庭各来衔接上优先的制度。另外，也协商增加来台移工人数，加编11亿8千万的预算，来协助同症家庭度过且无外籍看护的时间。只要重症雇主登记承接，所有在转换期的家庭看护移工都会优先的被推介给重症的雇主。申请外刊期间，或者是外刊尚未到任前的这个时间，民众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来申请使用长照服务。另外，若针对有外籍移工伫咧8月初1要求加薪水，也是换雇主的问题，嘛不易出现抗通期。卫福部有提出照顾的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和哮喘服务，予同症的家属，希望会当确保同症患者的家庭生活品质无受影响。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中央政府推出的社会主体第3季哦，计共有5案1563户同租，嘛分做2阶段来开放申请哦。其中保利安基是全国头一个警消专案的社会主体，提供基层的警察、消防甲海巡人员来申请。落实居住正义、加速兴建社体，国家自导中心第3季社会主体公告招租，招租5案社会主体1563户，分2摆开放申请。
但是保安局这一个基地，原则上就是全部提供给基层警消人员。基本上申请条件就是涉及或者是服勤在北基桃这4个县市的基层警消的范围。那所谓的基层警消是，警政市街。头一波台北市应该好消，新北市保治安基甲南靠社体校保招组，下伫8月7日开放申請，其中保治安基是全國首例警消專案社體，只提供予基層警消海巡人員申請。我們不是在蓋一間社宅，我們不是在蓋一間房子，我們是在蓋一個社區。很多人在講，國家好像超徵的稅收就應該要還給大家。其實我們已經還給，不是說還了，就是說我們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把人民的納稅錢用最妥善的方式，讓民眾都可以分享到。另外，第2波會伫9月15開放民眾申請，桃園市朱文安基甲台南市新都安基 A 招組採取全面鎖定申請，24點鐘無停，佮設有實體服務據點，專人提供協助。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大考中心早起公告114學年度分科測驗的成績甲相關的統計哦，今年是有39000個考生，比去年減少要3000個人。其中毋是應屆的考生是有7346個人，嘛比去年增加306個人哦。今年是以3科、4科的考生上濟。4科最多，那4科當中呢，可以看到是數甲、化、物、生。占19.99%，将近20%了。其次呢是数理、力、地、工17.67%。那这2個組合正好，一個是偏理組，一個是偏文組。大考中心指出，講文理組攏是以報考4科的上濟哦。成績方面，上濟人3科的數學甲頂標是46級分哦，前標是39級分，攏是最近3檔來上懸的。歷史甲公民的頂標嘛是最近3年來的新低哦，公民的5標嘛創3年來的新低。再看最近這幾檔哦，山鳥市烏白地國有林地偷錯柴案件是減少真濟哦。除了加重處罰哦，科技素質嘛是真重要，咱嘛做伙來了解。頂區樹仔線發喺偏遠山區，暗過因為離巡權早年偷錯的事件真濟。台東避南地家村長林慶嘅指出，早年常常拄到山鳥市，閣被開清警告。這2年有將無見效變歹，偷錯行跡也變重，甲部落族人造成巡護隊山鳥市即馬變少了。我跟台東分署合作16年了，我協助他們破案將近30件，公部門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熟悉那個環境，熟悉那個地形啊！李嘉玲到這2年是沒有再發生了。村長表示，固定巡邏暗過巡護的評論無方便公開，暗過山內範圍真大，雖然有政府津貼，暗過也是希望提懸。在南正耀山內巡護隊長老表示，雖然無執法公權力，暗過透過通報組織非法，族人應親切熟悉傳統領域。讓我們的孩子呢，能夠真正因為這樣的巡護而開始認識自己，為什麼我是山下族？我想山林巡護它絕非是單純的就是巡護而已。林保樹表示，組織偷錯應該是有防發生，甲去年已經有91個社區參加巡護，也和國有林地偷錯案件為102年的290件降到113年的58件。我們有一個賴的山老鼠雷達站，這個目前為止提供了我們多非常重要的盜伐的即時資訊。13人咧做山鳥市咧，台北大學教授陳松環分析，偷錯的人大所在甲犯罪地點佇山距離的中會所只有20公里，代表有地緣關係，會犯限甲偏向經濟就業家庭甚至毒品有無共款程度影響，所以要阻止偷錯樹仔，改善偏向經濟條件也是重點之一。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中國北京甲河北最近落大雨做水災哦，這幾天北京有30個人死亡，還有人失蹤。在和平的富平哦，河北富平1點鐘內得了145毫米的雨量，嘛有幾啊千個人脫離。新德市附近有一個磚頭崩山，有4個人死亡，8個人失蹤。
画面内底的民众虽然风救出来，不过也是真惊吓，边仔阁有车浸在水底，浮在沉咧。这个民众撩水过，想要把车救掉咧，边仔阁有人要去到三江，不过情形是真危险。动不了了，它是飘过来的。车上有3个人，都是呼救了吧？当时车门还能少开点，窗户能开开。这是河坝附近的街路，不过早就已经淹水，有的民众掉伫遐，敢若会当等待救援。这个查某人伫电火条的边啊，等有人来到三江，才去地势较悬的所在。人家那冒着生命危险救我们，没有他们我们就淹死了嘛。河坝重灾区之一的富平，为7月中就开始落超磅的大水雨，2日转2次迄暝，一暗的雨量就达到315毫米，创下全市的纪录。而且1点钟捌达到145毫米。第7早起部分的所在累积的雨量超过540毫米，山区嘛发生土石流，已经有几啊千人疏开，车路甲桥拢受损，部分的庄仔头无通讯嘛无电。当局正在抢修甲安置受困的民众。咱也承德市附近一个农村，因为落大水雨发生水崩山，有人不幸无命，有人失踪。另外，北京市的密云甲怀柔等等的所在是重灾区，当局为2日暗时开始，伫密云、怀柔甲延庆密集发布大水雨红色的警示，连续几啊天做大水甲土石流，已经夺走真侪条人命。北京差不多已经有8万人疏开，其中密云区就有差不多17000人。另外，前顶礼拜密云水库的入水量，就达到破纪录的1秒6550立方公尺，城市无通讯无电的超过1万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当局都要做上摆的拍算，赶紧把可能淹水的所在，甲遐的居民疏开。公司新闻黄文亮报道。俄乌战争阁还未收煞，美国总统川普昨表示讲，对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真失望，嘛搁再强调讲，若俄乌无法度达成停火协议，会来扣罗西亚关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伫苏格兰甲英国首相斯凯尔会面的时表示，进前予罗西亚50日的期限，甲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即卖会设定新的期限是10至12日。Yeah, I'd say 10 to 12 days. I'll announce it probably tonight or tomorrow. But there's no reason to wait. If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going to be, why wait? And it would be sanctions and maybe tariffs, secondary tariffs. You know what a secondary tariff is? 川普也同斯凯尔并表示对罗西亚总统普京感觉失望，也毋过记者透露，敢是感觉普京伫咧欺骗，只强调本来要实现停火甚至和平，也毋过飞弹突然阁飞向基辅甲其他所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川普的施压乐观其成，佮批评俄国当尽全力破坏和平，延长战争。І ми неодноразово говорили, і всі партнери це знають, що санкції – це ключовий елемент. Росія зважає на санкції, зважає на такі втрати. Мир завдяки силі можливий. 泽伦斯基阁指出，表态愿意甲川普同齐推动结束战争，也毋过有乌克兰的民众无奈表示，已经听过2至5至10日甚至100日结束战争的讲法，这拢只是政客所发表无意义的言论。Путін, як завжди, щось вигадає, щось пообіцяє, та Трамп повірить хорошому хлопцю, у них буде дуже гарна розмова, і відразу через годину полетять на нас ракети. Це вже алгоритм. Я не знаю, що повинно статися, щоб цей алгоритм був зламаний. 川普进前表示，伊会针对美籍油等罗西亚出口商品的国家实施刺激制裁，恐也会影响印度甲中国这2个主要贸易盘。川普把几摆威胁，对罗西亚施加经济制裁，也毋过一直拢无实施，希望保留谈判的空间。公司新闻第伟林编译。泰国柬埔寨边境冲突双方是同意讲，今仔翻点过无条件要停火咯。川普普文讲已经甲2边的头人通过电话，佮讲停火是因为有热气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泰国代理总理蒲坦甲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握手斗阵协商，象征泰柬2国的边境冲突结束。由当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安排，泰柬2国带头人自被下晡伫吉隆坡郊区展开会谈。美国甲中国官员也参加会后，2国拢同意马上停火，意愿维持到饭点开始无条件停火。We hope that the solutions that Prime Minister Anwar just announced will set a condition for moving forward for our bilateral discussion to return to normalcies of the relationship.
红马内指出，这场会议是爆发的冲突，互相丰富30万人失去家园。伊甲普坦拢伫记者会感谢马来西亚、美国、中国参加调解。Why continuing to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the life of our people? We agree to a ceasefire with assurance myself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in good faith by both sides. 停火成效了后，台检军事指挥官自到早起7点举行非正式会议，重新建立联络。8月7日当下轮值主席局也要开驻外武官会议，暗过江铁文府台检边境大门前，依然有数千人穿过边境回国，双方民众对停火拢真欢喜，暗过烦恼恐惊也有变数。ก็ไม่ดีใจก็อยากให้หยุดยิงแต่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ยอมถ้าเขาไม่ยอมเราก็จะสู้จะมือเอคันเอเบกิสอายุนี่ก็แพ้เอก็มันเต้นเฮียนเต่าเตะแพ้จีคันเอมุ้ยก็เขาเอาสงัดสงีมสั้นกูเอาจีบังสั้นถ้ายิงเต่ามีปัญหาที่ติดบ้า美国总统川普伫宣布停火了后，透过社群平台表示，停火是因为伊的间接调停已经指示贸易团队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外交部呼吁双方透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早日恢复边境地区稳定。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过来消息哦，过来看中华警方最近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哦，嘛伫机场抓到车手。另外，还有一案嘛抓到一个车手是摕18张的提款卡去超商要领钱，民众感觉真可疑哦，就去报案。诈骗哦，真正是有够多。中华关哦，刚6月就抓到680件咯，民众是哄骗2亿7千多万。哎，坐着没关系，真可以，真可以，真可以。警察，我们是警察，证件在这边已经。警察来到桥上，当场压制香港一个诈欺车手，佮赶去桃园机场将准备出境的局员查落来。中法官刑台今年7月侦办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向顶面对手发现德联邦、世港成员为首的诈欺集团，逮捕11名嫌犯，查扣总价值大约2600多万的泰达币，高级交叉甲放散。查扣了7万颗的虚拟货币。4辆自小客车及法院裁定扣押房屋1处。来，你手不要抖，你证件标下。过来。哦，你刚才领了多少钱？中华分局是接到民众检举，伫超商提款机看到有人一直咧提款，迅速抓到诈欺车手，伫车内查扣18张提款卡，43万擦拉钱。互警方以刑法诈欺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该名民众对于持卡的目的及现金的来源都无法清楚交代，依诈欺罪嫌，已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另外，台湾银行中华分行也拄到80多岁姓陈的老人，听姓赖投资群组，拍算要汇款88万投资高级沉香，对方也个交代，手机也唔通摕互行员看。保持警员协报到场，一下就看出是网络诈骗。你讲这边买沉香哦？沉香啊，沉香足贵啊！你个沉香你也未摕到你钱，你都要回来。老翁对于诈骗集团高获利的诱惑下，一度坚持要汇款。保期远景以实际案例予以说明诈骗的手法，耐心劝说约1个小时，老翁才恍然大悟。警方统计，中华关今年6月受理诈骗案有680件，财损金额大概2.7亿外。呼吁民众协助打诈，只要提供线索，也是协助诈骗车手，经过警方裁定高保上下等处分，就会当得到1万的检举奖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看中华县的盐埔乡哦，最近有真侪间公庙拢互破坏，佮有土地公庙的新准是互人乌白伞。警方接到报案，立即嘛抓到人咯，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野头内底定期兵马互人武甲乱吵吵。中华保严顶礼拜2开始，乡内一间公庙的午夜祭坛小连续出现互人迫害情形。庙方讲，伫民间信仰内底，午夜有镇守地方、保平安的意思，想无乃会发生这种代志。咱这午夜吼，代表咱庙的所派出的兵马安搭伫遐，所以讲这午夜。讲破坏去，地方嘛足关心的啦。真侪乡亲咧发现吼，就是伫咱即嘛各镇头庙、各角头庙，还佫有土地公庙，土地公甲土地婆可能调换，还佫一寡镇头即个野区、野头这东来西北，这拢可能破坏，造成讲咱即马咱乡亲人心惶惶
警方调查指出，受到迫害公庙有金武宫、大安宫、后天宫等6间公庙。调附近的监视器锁定一位41岁姓陈的查甫人有真大嫌疑，伫27暗时抓到人。那警方受理报案后，积极调阅监视器，以掌握嫌疑人。巡逻时在顺泽光面前发现陈姓嫌犯可疑徘徊，随即将其带班所侦办那后续这个陈嫌坦承这个连续毁损的犯行不讳那后续警方依这个连续毁损罪依侵彰化地点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嫌犯精神状况无稳定，专案侦讯了后，依照毁损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嘛照行政规定，甲嫌犯强制送医。也若受迫害的庙方表示，会伫后礼拜5进前选日子重新安夜放兵。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审计室调查发现，讲有学校营养午餐是有真侪问题，材料变质过期甚至有学校2档都一定无起早咯。县政府是要求讲爱改善。学生中昼食饭，外界加重视食品安全，毋过宜兰县为伊推动各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了后，问题就真侪。审计室调查就发现，部分学校分装食材无标示名字，甚至有变质过期，冷藏库温度超标这个缺点，甚至有学校2年无附稽查记录，自主管理无落实。请午餐秘书的部分食材送到学校以后，学校会进行验收，那依据我们相关标准流程来去做验收，验收完以后到食材登录平台的部分去做登录。这个不是既然营养午餐第一摆发生问题，县政府表示会请各校午餐秘书照报告书 SOP 做好管理，营养师也做好辅导。不过外界也是有疑虑，家庭团体对中岛等品质袂放心，因为县政府除了应该提高午餐经费、提高品质，也应该加强行政效能。费用的增加是，就像我刚刚讲，是一环之外，我觉得行政效能这个部分上面确实也是有很值得县府在这个部分上用心的地方。变成你要落实营养午餐，你不可能是透过一个没有人力成本的部分去做一个管理，因为这样子永远都是管理不好的。教师职业工会认为，目前各校的午餐秘书拢是由行政人员甲老师兼任，不过管理营养午餐是专业工作，县政府应该补充营养师等专业人力。县政府表示，目前营养午餐每一个学生每顿费用是45块，未来是不是提高到50块，要搁评估。另外，各校午餐专业工作包含开菜单、营养教育等，拢有专业的营养师负责。老师甲行政人员来做行政工作，未做专业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伫2020年伫林志坚咧做市长的时候，领养一只流浪狗，嘛甲伊封做是饲狗。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只饲狗又搁登去动保所等待领养咯。我是宗宗，宿舍编号 B003。这是演过新的市府帮总统翕的影片，后来总统搁伫2020年前市长林志坚时期来到市府担任市狗，没想到总统却互人发现疑似弃养，又搁转来到收容所等待领养。民众认为前市府那当领养以后搁弃养，批评讲根本只是利用狗来当作宣传的工具，是很不应该啦，对啊，因为你既然不能只把狗当成宣传的工具啊，对啊，既然过来试捕了，然后他又那么老了，已经13岁了，就应该好好的安顿他。毕竟狗是一条生命你既然跟他认养过来利用完了以后又塞回去给动保所，老了真的是很可怜啊。对此，市府证实2021年总统就互将市府送回来到动物收容所，经过志工照顾了后，目前总统已经13岁，健康状况真好，也开放民众领养。宗宗是2018年进入到动物收容所，那2020年的时候短暂到市府一段时间之后，在2021年再次回到动物收容所。那宗宗在动物收容所的这段期间，由保育员以及志工悉心的照顾之下，虽然他现在已经超过13岁，不过动物的精神状况以及活力都还十分正常。也欢迎有意愿认养宗宗以及其他毛小孩的民众们踊跃来动物收容所认养。动保所指出，总统过去是市府代表，带登去市府饲，不是由个人领养。一般的民众领养了后，是袂当搁退回动保所，所以民众领养进前一定要确定家己敢有照顾的能力，也希望大家以领养来代替买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抽样市面的食品，发现包括新地福源土豆酱哦，黄卡毒素超标，这是一款会致癌的毒素。就是这个新地销真好的伴手礼，新地福源土豆酱，也就是真侪名人上爱名产之一。和台北市卫生局伫嘉乐福超市抽检发现，黄卡毒素超标不合格。我的花生制造过程的东西可能有存放不当、太热啦，然后保存不到仓库，放它闷到啊，还是有这种问题。我已经销毁。我觉得现在食安法规定那么明确，那既然不能有的东西你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罚。业者表示，这批无合格产品是今年4月制造，已经全部回收销毁。初步检判可能甲供应相关了，土豆品质异常有关系，也是运送规定保存无好势。台北市卫生局立备公布上新食品真菌毒素抽检结果，有抽检30件产品，其中有3件黄卡毒素超标，都包括新地福源土豆粒土豆酱，另外还有中兴路丰盛润饼的一级土豆粉，甲福源街2成10样行的土豆粉，已经要求业者随回收。我们已命贩售业者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呢，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都不可医师提醒，黄卡毒素主要是黄卡霉菌产生，毋但有肝毒性，长期食也可能有掉肛的风险。黄曲毒素，它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说是1级致癌物，就是人类确定致癌物，长久吃到黄曲毒素会增加肝癌的风险。卫生局提醒，台湾气候高温淡湿，土豆甲因的制品5-50年，果子仁的食品，甲会受真菌毒素污染，所以提醒消费者选择信用好的店家买产品，开封了后也爱量早食完，也是放冰箱低温保存，确保食品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投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哦，这么有一个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的展览，那么做伙来看卖。用曲盘机放老歌，互人讲那登到1960年代同款。客厅内底阁有乌白电视机、甲老城机等等，这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目前当咧馆内举办的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当中有展出民国38年电费的收据，呈现4万外1块钱补去的迄个年代。南投国史馆馆长梁志忠讲，希望互大家了解生命的困苦，定续即马富足的生活。我这有展这个4万外1块的迄个年代吼，尤其是迄个收据电费，对4月开始到6月吼，差20几倍。这届特展的情景布置，阁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约会地点评估式，以及日本时期引进由药商业部到家庭会上药品的假药包文化。另外，嘛有红明床、早年碗盘、红仔册等早期的文物，互参观民众拢感觉真新鲜。上大包迄黑骨扫，画虾啊，佮乌龟，啊，摕一个扫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黑骨烧药啊！看了这台，感觉就有怀念的感觉。小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带我去串冰店吃串冰。这届特展拢总有36个主题，而且主办单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参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会当听导览介绍。文献馆讲，登记到11月中，邀请民众去感受早期台湾人的生活。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球赛是属于即种27岁哦，才转战大联盟，是头一个日本球员进入名人堂。伊常是用英文发表演说，嘛用日文来感谢日本头一个加入大联盟的球员，成败也无影响。Well, as its first Japanese-born position player. 任何一种正式行至高必定面前堂，即马已经被突破。第一次时阵用英文演讲，啊，毋过讲到前辈也无影响时阵，改用日文表达感谢。3,000 hits or 262 hits in one season are achievements recognized by the writers. Well, all but one of you. The offer for that writer to have dinner at my home has now expired. Hideo Nomo became the first major leaguer from Japan in my lifetime. His success inspired many.
including me, because of Hideo Nobu's courage. My eyes suddenly opened to the idea of challenging myself by going somewhere I never imagined. Nomo-sa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51岁铃木一朗自00年去美国职棒大联盟，是日本第一个用野手身份徛起哩西雅图水手大联盟球场，参量球季就替美国联盟上届大家年度最佳新人奖。伊伫19赛季职业生涯攻出3089支大联盟安打，也是史上第一位连续10个球季达成单季200支以上安打的球员。其中自0004年国写大联盟单季安打纪录262支，打击率37支，提个人生涯第2座打击王。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下晡本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视台语台。今仔日来一个水鸡王子，末世树啊，住伫个较寒的所在，伊个叫声是寒。咱会当帮四卡来讲话，安尼好唔好？好。还有一个